题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我相信你们也会很喜欢。硬翘翘，硬翘我想就是形容一些就是成人产业的些，直挺，是直挺挺。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汉译板上手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来教大家一些课文字。那这一节主题呢是跟软硬的硬有关系，所以请大家先来做个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很硬的诱人。哦，哪部分呢？自己联想。好啦，我也是很硬，但我是脾气很硬，少惹我的娜娜大师。凶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CCY， 我就比较硬了，我就留给你们就好了。我害羞。遊戲規則：答題節目組會本大家群同客家時，本每邊攤群下幾個用巴拉意思，而從一題就定一分，到底馬沙集基本一個行業愛最凶呢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要学的呢5个跟硬有关的课文字。第一个，它就是那个意思了嘛，就一个啊，这已经是一个答案了，不是吗？就是硬啊，固执。我觉得对固执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。哦，你说他固执吗？哎，我不得不说，这个节目虽然很健康，但还是稍微有一点成人呢。想将它这个提示的物品也会有点联想。请翻牌。一样就是固执。一样。固执，你靠，再没有改，这是什么提示？没有改。你们提示为什么要骗人？对，我想解释，我要听解释。那上面的那个形状有没有觉得很像脑袋？完全没。大脑啊。对不起，我想到是别的器官了，对不起。总之，它的意思就是形容个性非常的固执。客家人讲硬吼。然后接着下来第2题，我们的硬字系列。硬喉，讲话，关于讲话有口部，对不对？你要找到那个。我知道了，心直口快那一类的。哇塞！讲话很大声，你讲话很硬喉，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就是你本人啊。对，就是我讲话太硬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。还有这个，还有刀，而且是没切过的洋葱，切了洋葱会伤了别人的心，所以别人会流眼泪。把刀插进别人的心，才华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讲话伤人心。很啰嗦哎，就是一样啊。公布答案，硬喉就是哽咽哽的意思。什么啦？哽咽有哭，也有哭。哦。硬喉。硬喉。接着下来第3题。硬长硬虫，它跟交通有关吗？没有。没有形容词。不是乱写啊。不然我们在录音机快一点。很过分吗？无助，我现在很阴沉。好，我觉得很不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。我觉得就是那个意思了。请翻版。我刚刚也是想说，他说可以形容人，这个人就是让人家很吃力，他拿起来很吃力，可是或者是这个人让人家很吃力的话，就有一种他真的很难相处。也可以有这个感觉。对呀，你吃力的范围扩大太大了。吃我没有感觉到什么难相处哦。那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它有2个意思。跟你的第一个答案是一样的哦。它的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表示它这个东西，就像我们前面的哑铃，它很结实，它很坚硬坚固。第2个意思呢，就是形容人的身体硬朗，比较常用来形容老人家。硬昌。硬昌。接下来我们的第4题就是这个。脚筋硬，有白话文的感觉。对啊，白话可以直接作答了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。什么啦？翅膀吗？天使。而且这个是不是瘦子在背啦？我怎么觉得我是不是很难处理 You got it。有答案了吗？你有想到什么答案了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翅膀硬。对的嘛，那你翅膀硬了，就不用理我了。你很聪明哎。妈妈卖小孩叛逆的感觉。维持凑近好了，我觉得他一直在诱导我们。好，我要公布答案了。带着翅膀的人非常的拽，非常的骄傲。看我的嘴巴，我刚刚。脚筋硬就跟翅膀硬了的感觉有点像，就是人长大了之后，长辈就会说：“天哪，我现在讲的话你都没有在听了，你真的是脚筋在硬哎。”脚筋啊，脚筋啊。这一题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我相信你们也会很喜欢。硬翘翘，硬翘，我想就是形容一些就是成人产业的些。
越来越硬，翘翘，感觉翘翘这个字是有个循序渐进的，越来越硬。那说一下猛就是猛，哦，猛这个字对它很猛，很猛。好，那我们上一下提示。哎，你看，等一下，就微博呀，真的是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答案了。我觉得他故意误导。对啊，但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形容人，人家形容也不对啊。越来越硬啊，对，越来越硬。直挺硬，是直挺挺，好了，公布答案，硬邦邦的意思。就很硬啊。怎么啦？硬邦邦是怎样？对，绿色的香蕉还不能吃，就是它是吃起来是硬翘翘。硬翘翘。好，那我公布一下今天的最高得分是诱人得2分。汉语开就是点熟熟，你上爱讲尾四六六，啊天出爱看汉语版上熟啊，汉语版上熟。大家好，我是春餐哥，沙沙都讲因客家人啊当硬强，嘿，其实吼客家人啊还有其他当多地方未当硬，今日是来讲讲客家人还有哪啲地方当硬？第一则来讲嘅是硬殼。cái硬殼嘅意思啊，是講人啊當絕線啊，cái嚟鋪計嘛唔啲想人講唔談啦，cái是按照硬殼概念啊，特別cái芭比啊，鍵擺跳舞時間，cái音樂是變到大馬鼓上啊，我喊佢講哦，變好時尚啲，人講唔談呀，係硬殼哦，硬殼，腳筋硬，踢腳筋硬啊，咪阿媽生氣。翻譯就按到翅膀硬啦，你狀態脫離了佢話唔受教啦，人講唔談係唔聽通啊，按到腳筋硬啊，你腳筋硬咧係麼？愛講喎，你用辦喎，要將你控嚴，要將你控春咯，腳筋硬。下一則嚟講嘅啊，老了後咧咧為鋪位嗬有關哦，硬後，乜解按到硬後咧？cái硬條啊，是講人啊，當傷心啊，傷心到咧，每度講唔出啦，見到cái 大出嚟啦，是哽咽意思啦。cái臭屁嘅芭比嗬，老愛講啊，佢有一個講失戀、講分手嘅閨蜜啊，簽佢去啉咖啡啊，結果咧，嗰啲點嘅副咖啡講電話上來啊，呢個閨蜜是開始硬條咧講唔出話。因為佢閨蜜啊，講分手嘅男朋友最好是咧，係個烏家幣啦，嘿，再講硬後，撒下來講嘅硬啊，係正經嘅硬哦，老跳下冇強樣哦，硬撐，cái硬撐嘅意思啊，係講cái東西啊，咩起來嗬，當堅固啦，當雜卜啦，誒。哎呀，你用有這種嘅東西，嘿，哎，你這老師傅哦，佢做嘅竹籃啊，係當硬撐，有個手工當油，係講講唔錯啊，你做的那是上半芭比，cái硬撐嗬，除咗做一講東西當堅固當雜布之外啊，未做得用做你身體當健康嘅時間，隔壁嗰隻阿伯嗬，實在是當硬撐啦，90歲哦，還當一起揭山哦，嘿，就到比後生一好夾咯。硬撐，硬翹翹，硬翹翹嘅意思啊，係講東西硬確確、硬邦邦啦。呢度冇上擺睇，我講隻料俾你睇啊，個呢地板啊，一邊按叫咧硬翹翹啊，你話誒那是吹角就好些啦，硬翹翹。樣板，如果對我這話，我硬愛企到了邊樣板啦，你冇硬愛，我超硬愛。我進得去嗎？我進得去嗎？可以。You got it！有答案了嗎？你有想到什麼答案了嗎？ Get it！ 抽筋啊！我要抽筋，我剛剛是不是有可能要抽筋了？我剛很難穿，很難欸有沒有可能？有沒有可能？你抽筋，當你戴着它的時候會抽筋。對，我剛才叫你穿起來。不要抽筋。